咁我就會同我另外兩位組員嚟介紹我哋呢個軟件啦。咁我哋呢個軟件咧係結合咗一個 AI 相片識別啦、卡路里分析同埋價格參考功能嘅呢個應用程式嘅。咁嚟介紹下內容咧，咁我哋咧就利用咗呢個 AI 程式咧，咁啊可以通過你所影嘅相咧去分析你嗰度送有幾多卡路里同埋熱量嘅。其次我哋都有呢個數據整合啦，咁我可以同你分析呢個實時嘅呢個價格嘅。咁咧我哋呢個相片識別同埋呢個卡路里計算功能咧，同時間咧都可以記錄低你所食嘅嗰啲卡路里咧。然之後就可以幫你製作一個比較好嘅一個飲食計劃啦。咁啱啱都有講，我哋嘅 AI 會根據用戶所拍攝嘅食物嚟製成呢個分析圖表嘅。我哋嘅圖表中會包含脂肪、碳水化合物、微量元素同埋蛋白質嘅分析，而且我哋嘅系統都會設有智能過敏原警示功能，可以根據用戶所設定嘅過敏原資料，自動識別食物中可能含有嘅過敏原成分，並及時發出警告。而且我哋嘅 Apps 都會有個人化嘅運動計劃生成器，我哋嘅系統會根據用戶所攝入嘅總卡路里作為運動計劃嘅基礎數據，而且亦都會根據用戶嘅偏好同埋體能狀況，從15種主流運動中揀出最適合嘅活動。而且我哋都會計算卡路里所消耗嘅目標，以及根據運動嘅時間同強度提供呢個可行嘅計劃。最後，我哋嘅數據會根據呢個漁農自然護理署嘅數據，以及我哋都會有每日自動更新機制，會幫助用戶尋找呢個每日最新嘅鮮活食品嘅行情，而且亦都會根據分析數據個月嘅價格數據嚟生成呢個趨勢圖表，幫助用戶把握市場嘅變化。佢呢個程式仲有價格智能嘅比較同埋推薦，佢會根據最新嘅數據去推薦一個經濟最實惠嘅選擇食材俾我哋。另外，我哋仲有個人化飲食嘅規劃嘅功能，佢係將健康目標、營養需求同埋市場價格三者完美結合嘅智能系統。另外，佢仲有購物清單嘅生成，咁令我哋可以好高效咁完成呢個採購程序。另外，我哋十分注重於用戶嘅體驗同埋數據安全，因此我哋用咗直覺式嘅界面設計同埋端對端嘅加密保護，呢樣嘢係完全符合香港嘅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另外，我哋仲有跨裝置嘅同步，咁我哋就可以無時無地、隨時隨刻咁訪問我哋自己健康資訊。我哋未來嘅發展就係可以加入社群功能，令我哋可以分享食康嘅健譜、運動心得同省錢滅招。